第10章，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人入羊圈，无对门入去，反倒对别位爬入去，迄个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对门入去，这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甲伊开门，羊也听伊的声音。伊照名叫家己的羊，将羊带出来。既然放出家己的羊，就伫头前行，羊也跟伊，因为认得伊的声音。羊无跟地生分人，因为未认得伊的声音，的确要逃跑。耶稣将这个譬喻甲因讲，总是因未明白所讲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耶稣佮对因讲：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若伫我大声来的，拢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毋听因。我就是门，凡若对我入来，的确得救，并且出入得到草食。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互羊得到性命，并且得的更较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放杀性命。若是请工的，毋是牧人，羊也毋是伊家己的。伊看见豺狼来了，就放落羊逃走。豺狼掠羊，赶散羊群，请工的逃走，因为伊是请工的，并无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捌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捌我，拄拄亲像爸认捌我，我也认捌爸一样，并且我为羊放杀性命。我另外有羊，毋是这个圈内，我的确带因来，因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。我的爸疼我，因为我将性命放杀，通阁摕倒转来，无人抢我的性命去，是我家己放杀的。我有权柄放杀，也有权柄摕倒来。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。犹太人为这个话，阁起了纷争。内中有一寡人讲，伊是互贵妇的，而且笑了。为什么听伊呢？阁有人讲，这毋是贵妇的人所讲的话。鬼减为互青迷的目睭开呢？伫耶路撒冷有修殿做，是冬天的时阵，耶稣伫殿内所罗门的廊下行，犹太人围着伊讲：你互阮摇疑无定着到第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会甲阮讲。耶稣因讲：我已经甲恁讲，恁毋信。我奉爸的名所行的事，通为我做见证，只是恁毋信，因为恁毋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捌因，因也跟缀我。我阁赐互因永生，因永袂灭亡，一罪也袂为对我手内将因抢去。我的爸将羊赐互我，伊比万有较大，一罪也袂为对我的爸手内将因抢去。我甲爸原是做一个。犹太人阁摕石头要钉伊。耶稣对因讲：我对爸显出
真侪好事互恁看，恁是为倒落一项摕石头沉我呢？犹太人因讲，阮毋是为好事摕石头沉你，是为你讲南闪的话，搁为你是一个人，反转将家己当作上帝。耶稣讲，恁的律法顶敢毋是写着，我捌讲，恁是上帝吗？圣经顶的话是袂话废。那遐个承受上帝道的人，尚请称作神，被所分别做圣，搁找到世间来，伊家己称是上帝的囝，恁要向伊讲，你讲南闪的话吗？我若无行我的爸的事，恁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，恁创然毋信我，也着信这的事，互恁搁知影，搁明白，爸伫我内面，我也伫爸内面。因搁要抓伊，却逃出因的手行啦。耶稣搁去约旦河外，到约翰起初行洗礼的所在，就踮伫遐。有真侪人来到伊遐，因讲约翰一项新约都无行过，总是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讲的一切的话，拢是真的。伫遐信耶稣的人就多啦。